来是朱立伦，伫国民党总统初选了后，第一届伫网络直播来讲政治的议题，是毋是有机会将做韩国瑜的副手呢？朱立伦讲完全无可能。朱立伦嘛讲，一旦郭台铭若是脱党参选，安尼国民党就无拼咯，就爱包起来扛咯。另外，郭台铭嘛伫面册来讨论到日本甲韩国的原料战对台湾的影响。这个国民党的整合是毋是会甲郭台铭甲朱立伦来列入到不分区立委的名单里？外界拢在关心。朱立伦伫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束后，头一摆伫网络直播讲到政治议题。一开始珍珠奶茶加比白滚水，伊选择白滚水，伊讲看起来正正，因为袂使看轻我的行情。郭台铭敢有可能脱党参选？伊是讲，如果郭董出来的话，你认为是不是铁定蓝军就完了？打包了，郭董出来，蓝军就打包了。我觉得差不多了。OK， 因为就是分裂嘛。朱立伦敢会考虑做韩国瑜的副手？我还讲完全没有。那最主要是因为也还没有任何人，或者是韩市长也还没有提出。而且我从来不这样想过。朱立伦讲，国民党现阶段上较需要是团结，即嘛影响到郭文摕的参选意愿。有关郭台铭伫面册顶写讲，有关日韩原料战对台湾的影响，过党来讲，科技、经济甲外交关系是真要紧，技术靠研发，命运靠家己。签署多方的贸易协定，袂使搁签。伊更加讲，中华民国上强的外挂继续上线。郭台铭的动作遮济，敢会脱党参选，也是互人列入不分区立委的名单，爱搁看卖。